Android 的还是要哦 Apple 的啊哦，Android 还是 Apple 的。Android 我们常常用的台湾大哥大手机是用 Android 的哦。对啊，哦，好，那其实都有啦。搜寻 APP 哦，搜寻 APP 就是对啊，看你就打 Android 那个，我们要 Android 来初写 Android 的。英文怎么写啊？英文 Android 听无，英文怎么写？ANDO 啊 AND，Android 的啦哈，Android 的啦哈，就是那个英文啊哈。对啊。好，就是那个作业系统那个 Android 的。对。那谢谢初写了哈。感恩啦，哈哈，谢谢。啊，写完了要怎么呈现呢？APP 程式啊。它有模拟的模拟器。还有模拟器哦。电脑上模拟。还有电脑上模拟啊。对，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接 USB 传输线，然后接到你的手机，然后它就可以把你写的程式上传到你的手机。赞！我们道场中的优秀青年，不藏私啊，把那个 APP 的精髓都来公诸于世，要帮助我们啊！感恩洪前贤，谢谢。